现在从今天的在引起对三用的九单，这个中南部呢，他就地了很多，也是啦，电子用处，电到这来有了和你，真的三郎的太多都可以，但是我车办不这个。政府的各级领导以及各站所的到场的嘉宾，如果到现场的话，可以到我们主席台这里来就坐。各位观众，由于我们这主席台这里空间比较有限啊，如果你不是我们邀请的嘉宾或者是领导，那么有请你退出我们这主席台。快过来了嘛！从边边走过来就快这个。Chừng hát让刚才的观众一再强调啊，等好久还工作也在那帮忙来刷一次，刷到哪个算哪个，不要怪我们哦。喂，不要抢的将就短道比赛的，将就短道脚的，知道拔单杯的赶紧拿，什么事情啊？慢慢的。我们看。我们眼报。专栏家的知道是靠多负担的，希望呢，这就是你找方给了，不给了被负责之前呢，仔细负责了。各位观众，请大家耐心等待啊！我们的女王即将比赛了吧？大家耐心啊！
路，不要放弃。还有没有抓紧跑？非常接的，你们晚上还要靠太近。当然，就那个我摔过，我不这样。啊，别吃啦！叫你在上海这边就有的，叫没有的，那国家没有扎袋子，那扎袋子个，叫有没些直接个，你咋躲着呢？被负责之前哦，那自己负责个。政府的各级领导以及各站所的各位嘉宾，如果有到现场的，希望你们能够到我们的主席台这里来就坐。我们的斗牛比赛马上就开始了哈。是的，一组你这个人站，努力从先恒，不要做最后一场空提网就到脚。努力呢，跟老大一路小西海边，比老婆多，这个年经常做。这用不了，这次年刚才那上到你们这种设备18倍的好多一点哈，上到3到9打起码不接了。再一次强调，这个地方加牛都要绑架的，要知道绑背的，看这个你被主席台的绑啊，你们这边牛开始就绑之前啊。好，那个时候是这观众不会听的哈，工作人员去刷一次，刷着哪个算哪个。少拉杆的就肯定能在，基本的他抓的都解决就是点位叫拉杆啊，叫拉杆的要负担。只要的我说那一的那就让他这些的么呢，因为这叫拉杆的高了么，那负责之前的自己负责个，那叫民牛的我说山里的民牛啊，咱们一直在那个牛，叫牛的每天生出来，你咋躲着呢？也是你自己负责，在负责之前，上来配合白天。啊，这工作人员呢，一名是本安排这工作人员从把说到位，是他管那个。欢迎工作人员请离开我们的舞台，请离开我们的主席台。谢谢各位的配合。因为我们是主席台的嘛，等下会有我们单位的领导到我们这里观看投影，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们的安排哈。
服人员吃饭，我们马上就放牛打架了哈，先吃饭。面有长的面在下，好长口，那了还有那个嘛。再次强调，那我这个唱歌了，那我这唱歌了。因为你6分钟以后会抓紧多久啊？就不知道了，啊，抓紧以后就可以了。